近珠海華發商都10分鐘就即到嘅小區，全新裝修，未住過人，107個方，3房2廳2衛，望小區南向嘅，而且咧佢仲係單邊位，可以出嚟睇下先。咁即係如果你中意種花草嘅，咁呢張台咧仲可以擺啲嘢，乜都有晒㗎。睇下洗手間，睇下，咁你床咧全部都已經有晒嘅，真係噶。呢啲先至嘅拎包入住，小朋友嘅房間，幾得意。睇下，跟住就睇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都幾大，然後咧睇下洗手間，OK 嘅。咁如果想近翻珠海市區嘅呢間全新裝修，聯絡係咁，拜拜。